好創新嘅，好有新鮮感嘅。好過癮啊！這個體驗是我這次旅行中很不錯的一次回憶。盧國沾啲歌佢哋真係未必一定聽過，因為大家好年青啦，但佢都感受到嗰啲歌詞嘅漂亮啦。俾啲新少少嘅歌手去唱翻一啲經典嘅歌，就會係唔同嘅感覺。喺高山劇場可以搞翻一個 band show， 我覺得係一件事嚟嘅。好有心思咯，因為音樂同畫面其實係分唔開嘅。透過呢個展覽能夠睇得翻香港曾經有過嘅喜劇電影嘅文化。有一些之前熟悉的漫畫嘛，也有一些之前沒有看過的，都覺得很有意思。I really enjoyed performing with the amazing members。對香港嘅 comedy 唔係太有認識，想嚟了解多啲咯。就是我可以在這邊感受到香港的這個整個流行文化的氛圍。點樣去將觀眾嘅感覺帶佢入去漫畫家嘅世界？呢個係我哋最緊要嘅 topic。今次我哋加多咗好多多媒體嘅互動啦，個感受係好新鮮嘅。冇諗過日常生活之中嘅其實咁好笑咯。觀眾嗰個熱情咧，基本上係100分，下年都會繼續嚟。